便益。今年未了，因为大数热紧填海造陆，本地天地海防港的30外只渔船只好停去大西乡的文港。最近有上百个渔民向云林县政府申请，望讲会当地未了，另外找一个所在起一个简单的码头，让渔民方便。临近大数热紧未了海防的停泊区，原本是未了渔民出海作业的所在，但为1994年热紧在沿海填海造地。停泊区因为隔离水道的高滩地添悬，导致失去原本的停泊功能。无一个码头通去靠啊！每一届若是做风台咱就会受到损害啊。在渔民的诉求就是讲，咱会建立一个辅导码头，因为伫咱在地，咱迄个海防啦，不管后岸啦，到咱即搭所有的渔民讨海已经无所在通休了。当地民代表示，现在当地有30外大渔船牌啊。改停到6公里远的大西湾港泊区，但包括油料和渔民来回走动，定造成作业不便。因此，900位的渔民连续定情，期盼温管府工业局会当就近在热紧隔离水道边，找出适合的地点设置工业码头。如果我们规划在哪里，可能要做新办事，就是做土地的变更了。第二个，他们有牵涉到环评，所以要做环评。我们还是要后续来循程序上来做处理。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需要在有看到更具体的一个计划的内容，我们再来找相关的机关单位。温管府就讲，隔离水道属于计划管制区。已经请工业局协助解决土地和经费等问题。至于工业局就表示，会当收到地方的具体计划，要求相关的单位和专家学者共同来研议讨论。希望就期待赶紧会当有定案，提供当地方便作业安全的泊区。继续用为你报道。